各位大家好，咱即马过来介绍甲脚的动作相关的一寡台语。咱首先要来介绍即个读做绕，嘛再念做闹，就是扭伤的意思筋络扭伤咱比如讲脚骨绕到就是脚骨扭到另外有个一个音叫做ngiú，就是扭动转动的一声扭动腰身。咱比如讲迄个凤阳婆正后ngiú kha-tshng-á-hue就是那位凤阳婆很会扭屁股另外它还有所谓的扭来扭去譬如讲扭来扭去，身体扭来扭去的意思好，过来下骹字读做suan 就反转回绕，也引申为逃跑、急溜。咱比如讲一尾蛇旋过去就是一条蛇溜过去筋-酸就是快逃的意思好，下面要来介绍这里读做跪或是 gay， 垫高架高，咱比如讲kuè-khì就是垫脚kuè-khì-kut的就是垫高一点好，过来这里读做跂就是乱踢滚踢的意思。咱比如讲kún-liòng就是乱滚乱踢另外它还有挣扎摆脱的意思。咱譬如讲无细膩予伊躘去就是不小心让他挣脱了它还有要取的意思。咱譬如讲也当躘真悬，它可以跳得很高好，另外一个意思是用脚踢开。咱譬如讲迄个囡真敖用皮就是那个小孩子很会踢被子好，感谢各位。